今日看桃园的北调哦，最近发生一件汽车驾驶调故意去弄狗仔的事件。这只被弄到的狗仔是有脑震荡的现象，目前是各地动物病院在观察。这个汽车驾驶哦，有可能会被判2档以下有期徒刑。这只狗仔的主人嘛有可能会被以过失伤害，上最罚75000块。这只已经14岁、有成功眼的狗仔，伫巷仔内紧张乌白走，一台白色的自用小客车入来巷仔内放慢车速了后，高向打油门加速，甲狗仔搞过了后，直接驶走，嘛无停落来查看。在 ICU， 我判断就是目前是脑部有受伤，然后口鼻都有出血。既然都已经有停下来了，那怎么都不多个几秒钟，或是下车看一下吗？被弄到的这只老狗仔目前伫宠物病院伫治疗，医师诊断有脑震荡，爱观察48点钟以上。佮因为真侪血啊，佮去惊到身躯一直慢慢，暂时无法度照电工来检查，只好注镇静剂、强心针，也佮有注大量的补充养分。饲主是讲，伊签到人生当中头一张病危通知真甘。目前尚未接获报案，为汽车驾驶行为已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5条及30条相关规定，本分局将主动介入调查。故意伤害或使动物遭受伤害，致重要器官功能丧失，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，并科20万至200万的一个罚金。针对驾驶好亲像故意甲狗仔搞过这个事件，北地分局会通知饲主也甲汽车驾驶来说明，含请动保处查处，并移送通地检署侦办。动保处伫接到案件了后，也已经进行相关事情的搜集。除了汽车驾驶恐惊会面临罚则，饲主也有可能因为过失伤害，可能罚15000至75000的罚款。记者采访报道。